弟兄姐妹平安，周间讯息题目：相信。圣经希伯来书11章1节，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，对未见之事有确据。信心的表现就是赞美和感谢，所以举起信心的藤牌，就是举起感谢的藤牌。诗篇说：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。基督精兵一定要时刻戴上救恩的头盔，以主的心思为心思，思想主全备的救恩，思想那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德行，思想圣经上的话，要坚定地拒绝不出于神的思想、黑暗的思想、负面的思想。当埃鲁想带耶稣回他家医治生重病的女儿时，有人总管会堂的家里来对他说：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夫子。耶稣知道这信息会影响埃鲁的心思，所以耶稣立刻将救恩的头盔戴在雅鲁的身上，说：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雅鲁头脑充满主的话，我的女儿必得救，我不用怕，只要信。果然，主医治了他的女儿。在全副军装中，唯一能攻击仇敌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，神的道。你去打仗要凭智谋，箴言说的。基督的精兵要求圣灵赐下智谋，在圣灵里有智慧的运用神的道，击败魔鬼。主耶稣在旷野遇见魔鬼的试探时候，亮出了圣灵的宝剑，用3处生命记的经文击败仇敌，是用神的道来得胜。圣灵的宝剑砍断仇敌在人身上的锁链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赐我们心里的力量，使我们不灰心。我要单单用信心相信你的话，因你的话是圣灵的宝剑，叫人被捆绑的生命得释放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